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头起先来关心，昨天伫咧花莲有发生规模5.7的地震，花莲甲南投上大震度有到4级。气象署表示讲，即个地震甲进前的大地震是无牵连，这几日啊，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左右的地震尾。地牛丙申国家级警报直直弹，花莲近海伫12暗时8点外发生一阵规模5.7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地震的震央伫花莲县政府南平24.7公里的所在，深度敢若15.1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上大的震度，花莲甲南投拢有4级。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评估，这是一件独立的地震事件，呼吁民众毋免伤惊吓，毋过要着做好防灾的准备，随时爱注意地震尾。这个地震呢，大概主要发生在靠近那个板块碰撞边缘，所以它的那个在这个地区呢，是属于那个台湾地区，就是属于地震比较频繁的一个地震带。那在目前来讲，大概3到5天左右，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规模4.5到5的余震。除了地震的干扰，13透早也阁有低温的挑战。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气象署针对台南以北、宜兰甲花莲等14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部分较看空的所在，阁较有可能出现7度以下的极端低温。气象署提醒，拜5、拜6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阵，出外就要穿好烧。绿色的区域就是来到10到12度的区域，而包括部分的地区可能还会出现蓝色的10度以下的低温。我们针对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发布低温特报。那也请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白天大致上舒适，夜间比较冷的情况底下，日夜温差大要适时的调整穿着。气象署也提醒，因为东北风变强，部分沿海较看空的所在，也阁有内陆的所在，也有可能出现8级的阵风，已经发布着上强风特报。气象署呼吁民众注意低温甲透风，老人甲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也着细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因为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也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今仔透早各地是真正有够寒。这气象署也发布14个县市的低温特报。早起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云林高坑，敢若7度1尔，咱来看温度。这波冷气团是属于大冷，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伫咧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的低温大约10度至12度，南部甲华东地区低温14、15度。因若明仔知影有可能会比今仔日搁较寒，日时啊气温就会开始慢慢回升，到后日也就是礼拜，中南部的高温有可能会超过26度。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好，咱来看南投市清洁队的主管回收厂，这昨是发生大火，现场全部拢是乌烟瘿蓬蓬，消防局是出动10外台车赶紧来拍火。也有民众是表示讲，那像是这咧拆棒子的时阵导火的，而且因为现场一大堆的回收物，这风个透火势才会拖甲遮尔紧，详细火灾原因也搁来调查。龙岩时伫请个天顶去，远远就会当看到原来是南投市的主管回收场导火烧。消防人员布水线，另外一边的支援人力是陆续到场。12、11点外，南投市主管回收场发生大火，现场的火焰是真惊人。消防人员出动23个人力，含10几台大小台车到场来拍火。回收厂它其实本身也有做一些防火巷，它一开始烧的是最外围的那一个区块那可能是风势的助长的关系，有延烧到第2个区块。那我们现在在第2个区块跟第3个区块中间，我们赶快这边做防护消防局表示讲，现场是踏满有的无的物件，加上风浸透，和火势一个就变甲真大。除了较紧用分区来控制，嘛持续转水降温，避免火势继续拖。但到底是安怎烧起来的？看到的民众讲，疑似是废弃的碰层处理过程无细致，才造成大火。床垫呀，有人咧作业，伊个是咧伫咧床垫可能就是无新，伊个床垫贴过有泡沫的屑屑，引发火灾。我看到有火灾伫遐的时阵，已经倒足大个，我直接叫消防栓来救。可惜就是火势太大。官府嘛紧急发出警示，因为风向是持续对南平的靠，伫风尾的南投市3个里和民间乡的4个村拢伫影响的范围内，提醒民众爱减少出门和关窗仔门，嘛会加强空品的监控。市公所嘛表示讲，会来检讨场内的空间配置。对这个垃圾跟
杂物实在太多了，所以这次火灾结束以后，我们也会去检讨垃圾计划的问题。公司表示，讲目前一般粪扫的区域是无互火气烧着，嘛呼吁管区爱加速粪扫的气化处理。消防局表示讲，这个火灾是无人受伤，一直到尾仔嘛，现场拢搁在持续拍火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有一家伙是小连续出现牙喉痛，甚至痛甲喙拢开袂开的情形。去到病院来检查，才发现是去挖到 A 型链球菌，8个人发生菌株感染，其中6个人搁住院6天。医师表示讲，伫咧过年了后，国内这 A 型链球菌的疫情有较严悬的情形，所以提醒民众若要出入这公共场所，就要挂嘴罨，也得爱接洗手。囡仔人喙开开，医师详细检查，彰化有一家伙仔，先是一位8岁囡仔出现牙喉痛，痛敢若像刀仔咧刮，甚至严重甲喙闭袂开。随后厝内其他人嘛拢出现同款的症头，去病院检查才发现是去挖到有一人菌称呼的 A 型链球菌，厝内有8个人菌株感染，其中各有6个人住院治疗6天才好完全。小孩子不舒服，然后睡一整天，小孩子的嘴巴也都没有办法打开，那感觉有点像撕裂伤。医生检查出来是 A 型链球菌，可是我们也没有去日本啊、外国啊，我们就在家里而已。然后结果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中。医师表示，最近日本 A 型链球菌的疫情长咧拖，台湾因为去日本佚佗的人多，旧历过年了后，国内 A 型链球菌疫情嘛有严悬的现象，胃着病会出现牙喉发炎、肿痛、发烧，那严重可能会发展成做性红的急性腰子炎等等，影响心脏甲腰子的功能。感染之后，除了会造成扁桃腺炎，还有咽喉炎，它也有可能会感染到就是我们的肌肉，有可能会造成像猩红热、急性肾丝球肾炎。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跟肾脏的功能。医师提醒 ，A 型链球菌主要透过烂手甲接触传染，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上好爱挂嘴罨、接洗手。厝内老人胃病感染者一定爱挂嘴罨，避免发生菌株感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苗栗通宵的秋茂园滨高道，伫咧10日暗时发生汽车弄火车的事故，好佳在是无人伤亡。调查落去了后，才发现讲，这违规冲入去滨高道的汽车驾驶，竟然就是代替新埔站线所的副站长。除了违规爱受罚，牵涉公共危险罪，互人上班，还佫互查到伊其实下班时间也未到，就提早离开，即卖是已经互调职。赶快离开平交道。铁轨路的水泥是一直弹，轰动的白色修路车后壁是拢甲摇摇，连连就喷去路顶。苗栗县通霄乡秋茂园铁轨路11暗时7点左右发生烧弄的事故，西所修路车驾驶弄入去铁轨路，去互代替7501处火物的车跌落去，火车的车头嘛嗨去。好佳在这个西所的查甫人赶紧落车，现场无人伤亡。方对驾驶苏姓男子实施酒测值为0。本分局查明相关事实，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第1款规定，制单举发，另依公共危险罪移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代志发生了后，伫咧社群平台都有网友指控，这个西所的查甫人是代替新埔站的副站长，而且伫咧暗时7点半才下班，意思是伫咧执勤的时阵乌白离开，无好好上班。代替公司证实，这个西所的查甫人确实是新埔站的副站长，上班的时间是迄天透早7点半到暗时7点半，因为接班的同事提早到，才会下班。不过西所的查甫人伫咧铁轨路水泥一直弹的时阵，跟硬要塞车弄过，目前已经先调离现职，听候调查。他的接班人7点就到了，所以他已经交接班完毕，然后开车经过平交道，会先把他调离现职，资料收集之后厘清之后我们会来加重处分。警方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西所的查甫人罚15000到9万块的罚金，吊扣驾照1张，再搁以公共危险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今日代替因为这件事故，依次单向、双向通行，一直到暗时8点54分才恢复专线的通行，拢总影响4架车5点21分。营运甲火车的损失，嘛会要求西所的查甫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件事故是伫咧屏东有一只轿车去弄到电火条，警方到场才发现讲，这赛车的查甫人是戆神手提刀啊，甚至佮举这球棍啊来讲家己的车。警方伫伊的车顶有抄到毒品，喙烂快胎嘛验出有食毒的反应，已经甲这个查甫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透早要6点，天也未光，一台乌色的轿车愈驶愈偏，直接对电火条撞落去。警察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你是驾驶人吗？你是啥？警方到位发现驾驶手提一支刀仔，但是这名查甫人甲问话拢袂应，无想到伊甲刀仔放伫涂骹了后，搁去摕巴达讲家己的车。警员感觉伊马西，就随通报支援，问驾驶敢有需要叫救护车，伊嘛拒绝。落尾伫车顶发现毒品，就甲这名查甫人带转去派出所。到阳台看到，怎么有那个车祸啦？我不晓得，因为我来一边天车道拢伫遐。拢伫遐，救护车嘛伫遐。系啊。代志发生伫12透早，这名29岁姓纪的查甫人，哪像是食毒驶车，规个人戆神，驶到民隆市复兴路的时阵，家己去弄电火条，事故现场车壳的脆皮落四架，油流伫涂骹。警方伫车顶找到毒品咖啡包、甲不明的白粉，喙烂快胎有第2级毒品的反应，就甲姓纪的查甫人移送侦办。警方并于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及不明白色粉末。经唾液快筛呈现第2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罪嫌，引请民众地检署侦办。事故轿车已经刷去派出所调查，车头规密密麻麻，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来，想当时拢袂细力。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食毒品驶车，莫害别人，佮害家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高雄洪山有民众甲钱放伫乌多摆车厢内底，连续2天拢去互贼仔甲伊的车厢这椅子啊变开偷摕钱，拢总损失1万块。警方是正在追查这个嫌犯当中。由乌多摆店的头家就呼吁大家，这贵重的物件是千万唔通放伫乌多摆车厢内底，因为只要用手变，上紧3秒就开。查甫人鬼鬼祟祟，徛伫乌多摆边仔，倒手对车身一拍，椅座就随拍开。伊伫车厢摇来摇去，摕走8000块的现金。高雄洪山民众钱袋啊，放伫乌多摆车厢，找到连续2天，互共一个贼仔总共偷摕1万块。当事人讲，伊第1天发现钱碰见，就随甲钱袋啊摕起来，想袂到第2天换偷摕内底有币用的2000块。伊随调监视器报警，嘛打文提醒大家爱注意。警方表示，人已经抓到，等咧扩大了解，敢有其他受害者。涉案之王姓男子分别于3月8日、9日凌晨3时许，独自骑乘机车至被害人住处，以徒手方式开启被害人机车置物箱，趁隙窃取车内财物后即逃逸。我这惊叫，我都拢放已经久啊。系啊。所以袂放伫内底啦。袂啊，消费啊嘛。因为嫌犯无使用工具，干那靠手就甲椅座啊拍开，车辆嘛无受到损伤。咱实际问乌多摆业者，因讲虽讲即摆新车伫咧车厢所的设计有较好势，不过只要撞到捌的人，无论是新型的还是旧型的乌多摆椅座啊，拢会当轻轻松松就拍开。旧车的话，它花的时间大概是3到5秒，它就可以把你的坐垫打开。不需要工具。不需要，它徒手就可以把你打开。如果是现在是换做新车的话，它一样可以开，只是它花的时间可能会变成10到15秒，它一样可以开。只是差在说，新车的话，它就需要作案工具。乌多摆业者强调，乌多摆车厢敢若适合放一寡备用的手套，还是护腕，无论是手机啊，还是钱袋啊，贵重的物件真正无适合放伫遐。当事人嘛讲，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唔敢搁甲钱放伫车厢啊。记者郭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一个查某人，号做陈小菊，伊做市府的大警工10外档，基本互人注销资格，所以用朋友的身份来申请市府公定处的技工陈淑玲也涉嫌甲伊放目，互约谈了后，陈淑玲是6万块交保，陈小菊是8万块交保。再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公布去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虽然有减少，不过事故的数量甲受伤的人数拢增加，而且点名高雄、台中、云林甲嘉义县的交通安全有恶化。落尾是自由时报，南北阻挡国防特别条例，其中针对美国军购案的部分，因为法计师期限特别到啊，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总同意先授权行政院签4项特别告期的法计师。或者行政院甲在野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是已经复委，不过到打拢也未审查。除了这个美国的军购案以外，行政院版本编1.25兆的预算内底，中科院的部分要占809亿，就是要来生产强飞弹、瑞研、2型无人机，也阁有攻击无人艇等等3大项目。
去年的国防展第一摆，互大家看到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强舰飞弹，哪早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有希望结合现役的天弓3飞弹和美籍爱国者飞弹，替台湾来构成正大的防空火网。行政院办国防特别条例规划1.25兆的经费，内面中科院编列809亿，要量产3大项目，包括强舰飞弹、热烟2型无人机和攻击无人艇。国内的部分应该放在这个年度预算，不应该放在特别预算。无人机，或者说导弹、反导弹，甚至于在整个飞鸿供应链的部分，这个就是涉及到整个国防的一个自主啊。另外，美国这边同意出售台湾，包括 M109A7 自走炮、标枪飞弹、拖式飞弹和海马斯经过案，经费拢是对国防特别预算来，但是特别条例还未审查，造成这4项军购案的法计师特别告急啊，避免军购破局，条约是达成共识，同意授权行政院和美方签约。海马士是最新来的，它的效期是3月26号，而且直接写明不得展延。4项发价书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试着来去配合国防部，尽快把它做成，来增强国防。这一次的授权，我们未来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在 Altis 700发价书拿到手后，我们就是比照办理。另外，针对中国2020年的国防预算，差不多大票8.77兆，和区域的国家真烦恼，或者研判中国军队今年是装备高护的高峰期。那么在地缘战略上面实现来讲，它目的是期望台海除了要内政化之外，内海化之外，还期望走向一个内政化。他所做的联合战备警巡。那到了2035年，他期望是能够做到近海安全战略。学者分析，中国军事战略目标重点放在南海和大海的内海化，军事确定的部分对第一岛链一直穿过去到第2岛链，还有建立西太平洋的投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造长水南海鲲号，即马是当咧关海上测试的进度，正进行第6届的渐行测试啊。不过专家就认为讲，这台船公司希望伫6月交船时也搁上早，因为目前上大的任务是要参考上深达到作战的程度，这个部分是拢也未做较到。因为最近中国绕台的情形有减少，学者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因为即马中国的军心未稳定，要来防止飞行员翻背逃走。民众同机啊花彩替台船海军加油鼓励，国造江南海鲲号1礼拜来2届展开畅水测试，12早起为高雄港出发，进行第6届畅水测试。我们国家自己造的潜水艇，支持一下国防，用行动来表达支持啊。海鲲号甲单已经执行12届海上测试，好亲像有加紧测试的脚步，针对同款的深度、速度的条件，一直伫验证，确认系统设备的稳定度。对于台船要拼6月交艦，专家感觉袂使伤着急，讲海鲲号爱完成测试舱外深，不过目前舱落去也未达到300公尺的作战深度。我们就以公开数据300公尺来说，那当然是有一次测试一定要是完成这300公尺最大潜深的测试啊，因为你才我们就讲白点叫验货啦。它在开放的海域之下，它如果深度够的话呢，其实它有比较多的我们叫作战余啊。另外，国防部发布最近有查到强机5台，其中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隙3台，国家强南6只绕台，这是强机为2月27消息，一直到3月7日才去出现。国防部伫11早起6点开始到12早起6点。个查到中国的军机侵扰台湾空隙，引起关心。战机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驾驶，那他如果有心生不满，他只要拉杆一拉，大概他就可以脱离了。所以，是不是说，也就是说，代表中共对他现在飞行员，在做一些考核，或者是做政治的一些教育。学者分析，强机最近大幅度减少绕台，无歹都是强军内部军心无稳，各界将领落台，中国趁2回全面停飞。强南西台湾等于是建立防空网，防止第一线的飞行员叛逃。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想要紧来关心中东的战火，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是头一天出声，表明讲会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佮建议这周边的地区国家是上好，赶紧把境内的美军基地全部关掉。مسدود کردن تنگه هرمز باید استفاده شود و در مورد گشودن دیگر جبهه‌های آسیب‌پذیر دشمن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宣布新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伫空袭当中死亡的哈米尼第2后生穆吉塔巴的声明，要求附近的国家把区域内底的美国基地关起来，愈近愈好。تا به حال فهمیدند که ادعای برقراری امنیت و صلح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دروغی بیش
نبوده است. 穆吉塔巴自战争以来，直都无公开出面，风声伊脚腿着伤，而且秘伫秘密的安全基地。伊拢驻突尼西亚大使伫突尼斯一场记者会有讲到伊的状况。يمكن في شوي شو اسمه في جراحة يمكن طبيعي. אבו באשל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א אינו יכול להראות את פניו בציבור. 伊拢当想要利用对全球经济造成大冲击这件代志，逼美国甲以色列停止行动。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其实早就已经互毁掉，也毋过也是承诺会完成任务。伫社群媒体大文确保伊朗未发展核武，比油价大起还佫较重要。石油起价咱趁愈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路透社报道，讲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政府无随灭亡的风险，伊朗的强硬派领导人会继续掌权，安尼这战争可能无遐尔简单结束。因为伊朗的媒体这边也点名讲，包含 Google、微软、IBM、辉达等等，威胁要甲这寡有甲技术用伫咧军事的美国科技公司，要将因当作攻击的目标。另外，即卖一寡外商银行伫咧杜拜卡达的办公室，嘛拢已经互因的员工改做店厝上班。And we've won. Let me say, we've won. You know, you never like to say too early you won. We won. We won the bet in the first hour. 川普伫昆塔基州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造势场大声讲，对伊朗的战争早就得到胜利。美军阁拍歹28架伊朗伫霍姆兹海峡的布雷船，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精准拍到伊朗3台军机的画面。不过，宣传警告同时 ，FBI 嘛对美国西方的加州发出警告。About this bulletin that some law enforcement put out about a possible Iran revenge plot in California, where there would be some kind of a boat offshore launching drones towards the. It's being investigated. 另外，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情报嘛显示，伊朗政府无随倒台风险，代表伊朗强硬派领导人会继续掌权。要找到各方拢会当接受的战争结局，可能真困难。不过，伊朗总统贝德苏吉安10月头一届开出3大停战条件，包括美国爱支付赔偿金，承认伊朗合法权利，国际社会嘛爱保证未来未发生侵略行为。不过，伊朗对中东的攻击嘛无停落来。10月中东杜拜国际机场再起有2台无人机攻击，12分溪港的一栋建筑佫出现几大片的灰尘，好亲像去无人机击到。当时亲革命卫队的伊朗半官方媒体嘛点名一批美国科技公司，包括 Google、微软、IBM、辉达、甲骨文等威胁甲技术用伫军事的公司，会甲因当作攻击的目标。当时派驻伫中东的银行业嘛带咧等，花旗汇丰10大甲美国金融的 JP Morgan， 拢已经要求伫杜拜卡达的员工撤离，改伫居家上班。开战甲单，伊朗对美国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的巴林已经发射170台无人机，加上8粒飞弹，大部分拢有轰炸落来，不过也是有石油设施去击到，大火规拢烧起来。由巴林所发起的联合国安理会10月通过一项13票赞成、2票弃权的决议，谴责伊朗对破坏国家的攻击。弃权的迄2票都是中国甲罗西亚。公司新闻洪润梅编译。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威胁，伫咧美国德州一间专门咧做航空合组体公司，最近这几天是一直拢接到来自中东的订单。一间航空合的主体大约是要开79.5千块台票，不过订单也是坐价，得要2-3天才做了。拍开货柜厝的大门，行过门口的收纳空间，佮到客厅，规间厝包括厨房、浴间啊、困房拢有。这是美国德州一间专门建造航空合组体公司的产品之一。为10月2前爆发中东的美伊朗战争了后，愈来愈侪中东消费者寻求企业为因客制化航空合组体，和公司的电话接甲手软。Do you want one that has bedrooms in it, or do you just want one that's a small space? We've seen a large spike since the war in Iran, primarily from the Gulf states, Bahrain, Qatar, Kuwait, and the UAE primarily. 生产航空合组体业者表示，公司伫2月26日拄伫杜拜启用新的办公室，就拄到战争爆发。一般航空合组体造价大约25,000美金，相当台票79.5千块，会当提供4个人住伫涂骹底大约1礼拜时间。随客户要求，这种主体也会当设计做长期大的旅行，防具复杂甲复杂，佮具备多全流式提供电源、过滤污水，甚至还有通风系统。好住入去的人会当住伫内底当1年至2年。主体建材也会当分做是南马孔还是金属制造，造价会当达到数百万美金。To those who say crazy Americans getting bomb shelters,
They're not saying that anymore because they're seeing that a country like Dubai is being bombed religiously every single day. Over 1,000 missile strikes and drones have been shot against them. They're not laughing anymore. 事实上，这间公司成立伫2011年，名气真响，参加过美国速度兼企业家卡戴珊主持的电视节目，为主持人打造一个涂骹底主体，都连真侪有名的人，就并且执行长萨克伯格也捌委托设计涂骹底主体。伫国际形势严重的情况之下，目前这间公司的订单已经完成至少20组防空盒主体，准备送到全球各国。另外，手头也有40组主体等咧赶工。业者有估，未来2个月的销售额将会超过过去3年的总和，但个企业又还需要2至3年时间，才会当生产完未来2个月所接的订单。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国际个虾米要紧台，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军一架加油机伫伊拉克空中摔落来，不过不是敌军攻击，嘛不是友军无细致拍到的。详细事故的原因还搁在调查，目前嘛正在搜救当中。美国维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案，造成包含嫌犯在内的2个人死亡，也有2个人受伤。联邦调查局 FBI 是依照恐怖主义行为来侦办。伊索比亚南部连日落大雨了后，几日发生水崩山，造成至少70个人死亡，可能也有50个人失踪。镜头来看国内，董三会认定国民党的旧中央党部大楼是属于不当处置的财产，甲国民党来追讨11亿3千万。即马最高行政法院是判决国民党唔免纳这条钱。董三会就回应讲，这款的判决结果是严重违背着大法官释字第793号所认定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互董三条例变作是空壳，失去转型正义的精神甲力量。进前董三会认定国民党旧中央党部大楼属于不动财产，佮以这栋建物由23亿花卖予张英发基金会为由，向国民党对定11.3亿。不过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董三会对安怎认定国民党以交易时，显然无相当对价出地土地甲建物无讲清楚，在伊提出处分专案定案。判决啊，就再一次的证明呢。不当党产条例呢，它原本就是一个恶法哈。党产会呢行清算之时，他在卖给张荣发基金会的时候呢，那个条例还没有施行。董三会回应，判决伫已经处分的董三类型加上，虽然是以无偿也是交易时，显然无相当的对价处置的要件，是将董三条例对不当处置财产的定义，添加法律所无的限制，犯了历史的不义，会当用法律技术来掩埋，也背离大法官释字第793号所钦定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很遗憾，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稿还继续说，国民党原中央党部那不是不当党产，这代表台湾的转型正义还在半路上。另外，董三会认定国民党金门县党部金山店联络处是不当动产，国民党拍官司7年外，传出因为无缴裁判费土地案害，国民党表示袂阁上诉，是无想要浪费司法资源。是由民众呢捐赠来新建的。金门呢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战地的一个状态，建界是非常的困难，不希望呢再浪费司法资源，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采取上诉的行动。国民党董三官司像结实以土地甲中共董三会败诉，当日上诉，妇联会是向判决寄付国库178亿，脱离赋税组织，有缘会当上诉。中道刑度代国权是提出决心，另外救国团是防击是赋税组织。救国团虽然败诉，立法院三读修正东山条例，将救国团排除伫东山条例适用范围，严格行政院无被附属。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民众党立委李正秀的国籍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讲，伫咧司法判决进前，尊重伊的立委身份甲职权。不过，内政部长罗世芳认为，李正秀无放弃伊的国籍，伫咧法律上，这立委的资格就是有问题。因那民进党嘛批评韩国瑜召开协商，只是准过尔尔。民众党中培立委李正秀身份资格问题继续引起讨论，在伊调协协商上尾无达到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裁示伫相关事实查明进前，甲司法上尾判决进前，爱尊重李正秀的立委身份甲职权行使。很敬佩韩院长的高度，那他也有维护立法院的尊严跟坚持行政中立。其实就希望行政单位能够
可以不要再闹了吗？但我想，其实刘世芳他们会继续闹啦，这个是我预期中。李正秀受公布专访，感谢韩国瑜坚持行政中立，也透露国文台北私下出伊讲话，交代爱顾好中配权益，也后伫即期中配敢有对不起台湾人。也过话一顿，部分进前甲内政部提无涉及机密的资料有收到，也过内政部清采应付。交差，对，交差，他给的是那种告诉你说啊，我回你，然后网址在这里。昨天韩院长就是这样子一个裁示之后，希望大家要尊重立法院，尊重韩院长啦，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能够有一些转弯，这等于也是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嘛。民进党即期每一位立委伫就职的时，拢爱签国籍法20条承诺书，人事处证实李正秀登记的时亲自签名，承诺家己只有中华民国国籍，也批评韩国瑜协商过水是为了要放水。内政部长老师方认为，无放弃他国国籍，恐惊影响立委合法性。尊重立法院的那个协商协议，但是我觉得说很可惜，我们并没有就法来论法，不管是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是从中选会的选罢法，或是从那个我们的国籍法。那李珍秀女士呢，其实她在立法委员的释法资格上面是有疑虑的。立法院做出不撤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是很遗憾。未来对李珍秀女士的所知或者质询，我们都还是会照我们原来的态度。李正秀表示，希望伫韩国瑜裁示了后，大家爱尊重立法院，尊重韩国瑜，行正当法律程序拢尊重。也过法律判决进前，请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要给付的这个金额是要调悬23.5%，而且有加强来照顾弱势儿小族群。大约有89万人会当受到帮助，按算今年7月会开始推动。要送给你，在中间，你在中间。李长甲民团同齐送爱心物资关怀中继收治毒气中培。今年81岁，但女士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总是以乐观开朗的态度面对。只听到行政院确定通过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真欢喜。我们所领的钱根本跟不上这个物价的提升，往往有时候钱不够后不够，那会。有时候找妹妹借一点啊，找那边去张罗一点啊。补助的6大类大概在里面会有大概60户上下，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蛮高兴的。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包括加收1户家庭生活补助、加收1户儿童生活补助、加收1户就学生活补助、新长者生活补助，用加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甲弱势儿小生活辅助，拢调成23.5%。调整了后，有计受益人数89万人，未来会增加调整频率，每2年以物价指数评估调整补助金额。在低收入儿童生活补助本来最低是2313，我们就一次调升到5000元，而弱势儿少的生活补助也是从2000多，我们一次把它调升到5000元，来保障他最低的这个生活一个水准。希望让所有以上的8项津贴跟补助的调整，能在今年度7月1日可以同步实施。相关措施规划配合劳动津贴、国民年金修法了后，公布实施，有计伫185年7月上路，所增加的经费由中央专业负担。有个劳动津贴会有53万人受益，国民年金大约176万人受益，8项社福津贴有计会当照顾318万人。今年所需要的经费大约335.6亿。那这次透过这个社福津贴的调整，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的一个能力确实有助于降低这些儿少去落入循环贫穷的一个风险。民团认为，经济补助只是第一步，也要建立完整的支持网络，要纳入托育、教育、交通、社区资源等多元面向，才会当真正互有需求的家庭，在社安网的照护之下，会当安稳。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台湾的米销去美国、销去日本的数量是增加3.2倍，超过12000吨。这也是头一届有台湾米的品牌出现伫日本的超市。农业部是透过各种外销奖励措施，要协助农民往高品质的市场来发展，也希望今年会当阁提升外销量。
日本超市货架顶米差不多红扫了了，店头家限制每一个家庭刚来当买一包。这几年日本国内面临白米供应无够，即马开始台湾米有外销的机会。农林署指出，2025年白米销去日本有12538吨，比前一年成长3.2倍，是头一届以品牌放伫超市伫卖。零售市场、超市里面可以用台湾米的这个小包装米。上到他们的超市，所以消费者直接就可以接触到台湾米。现在是首次我们有品牌上他们的通路嘛？对对对。日本 Okinawa 著名连锁超市顶个月打店长系列影片，台湾米有翕到，嘛营造店外消费者想要抢买的气氛。农林署指出，外销日本爱检验超过600种农药，爱开真侪钱。政府补贴一半的检验费，国家外销的种类价的措施，鼓励销去高级的市场。不过到日本，唔但爱比品质，更加爱比价效。他们希望说，可以拿到的是一个好的米，新鲜的，又平价的。如果价格都一样，他们一定用日本米，不会去采用台湾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国内出名有机米银川原来有真少量销去日本，不过主力也是放伫国内市场，嘛有开发出各种米的加工品，希望提高个人米的消费量。负责人讲坚持用国产的有机食材，虽然日本原来有介意米做的米，不过介绍较歹吹潮。米面条很喜欢，但是他希望我们台湾的品质，然后泰国的价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比较做不到了。外销只是一部分，主力还是希望台湾是。对对。日本伊家的国产米真丰盛，也是台湾米的品质有够好，不过介绍无差偌济，安尼消费者也是会选日本米。若是要比介绍，可能较输美国甲东南亚，要开拓市场，佮维持久长的生理，挑战未小。农林署是讲会持续辅导外销日本，今年会继续向15000吨来拍拼。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台南的麻豆市市场，对2014年的气候认定是危险建筑停止使用到单，不过也有真侪反而是留伫内底咧摆搭，昨正式甲伊强制断水断电行入去历史。有真侪反而是真唔甘，也认为讲因交真侪款礼金，不过市府拢无来补偿，就要逼因离开。因为市府是回应讲有争取到1300万的预算，要甲附近麻豆市各市场重新整修，嘛有规划108单位，要互大家当搬过遐继续来做生意。透早9点50分，台电人员时间一到就甲电切掉，在麻豆市市场变甲暗梆梆，断水断电这个行动，嘛宣告76档历史的老市场正式结束。透早就有真侪民众专工来食美食，要伫断电进前翕相留念，嘛有做尾30-40档的番仔，因为断电当场真侪番仔激动流目屎，因讲实在是唔甘离开家。唔知要去倒对啊，找无所在啊，人去足好的啊。迄边哦，拢无位无早啦吼，所在搁矮啦吼。诉求就是讲还无嘛，安尼半冬啦，也是迄落2-3个月啊嘛，无要紧啦。真无彩啊，无彩的头较大，咱就安尼，咱就若要甩对，咱就对来。市场哪会被关起来？但是警方局讲，主要因为这栋建筑物更近拢看现现啊。早在2014年，互人评估有安全性问题，为着公共安全停止使用。不过这单完全无法度接受，气不不偏向市府做家无周全，因认为这比大楼更加用，地动风台拢占会条。另外，毛单这支当初因有交权利金，即马市府无半项补偿，就要强逼搬走，互因真怨叹。就爱加减啊，公关钱出来再买，大家拢摕钱出来买呢。买管理金呢，迄阵是公所，啊，毋是阮欠人的水钱，欠人的电钱啊。那我们第三市的公告，的确也是有50几个摊商的部分来跟我们做一个申请嘛。假如说我们这些协助措施，他们也有些有需求，已经也提供申请进来哦，那让这个部分进驻麻屋。针对答应的指控，政府强调已经有争取1300万的预算，甲附近的市cou市场重新整修，嘛规划108个单位要互大家搬过去。不过这个单位嘛是拢足无爱，认为新的空间上矮，店面根本无够本。市府强调会继续参详。不过老市场的落尾一天，依然是伫抗议甲唔感觉流目屎来面对这个现实。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
来看警方又搁抓到诈骗，这是一个有黑道背景的集团，专门咧骗老大人去买一寡根本就无存在的灵骨塔塔位，而且还搁想尽办法来甲这老大人讨钱。4当内就骗到超过4000万。这刑事局已经有抓到12个嫌犯，其中5个人叫法院裁定羁押。特勤队员提家师直接弄开姓李的主嫌，伫个高雄大个所在。刑事局人员超出一大笔查拉钱，还有一大堆被害人的资料。另外嘛，抓到其他的共犯，一概甲12个人总抓起来。刑事局将到这个姓李的查甫创的诈骗集团，因锁定这回被害人用话术骗因买并无存在的灵骨塔，事后敢若互因告别变证，后续搁对共一阵被害人用各种名义假收钱，搁甲因骗第2届。再以保管费、节税、代书费以及广告费等话术对被害人进行第2次诈骗总计不法所得高达新台币4000余万元。刑事局调查发现，这个集团4当外不法得到4000多万。警方对去年底发动搜查，目前已经知影受害者有12个人，其中金额上济，高一个被害者就开2000多万买80外的灵骨塔。灵骨塔也是一个投资的标的。然后以低价买入之后，可以找到买家以高价的方式再卖出。有些长者因为不断的付钱，但是始终看不到灵骨塔，才会惊觉自己被诈骗，才去报案。目前刑事局也搁咧扩大清查被害人，专案以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桥头检方侦办。目前主嫌姓李的查甫等5人已经获法院裁定羁押，剩的7个共犯以10万到3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伫咧嘉义县举办的台湾灯会，因为有甲任天堂的马里奥合作规划灯区，是真受到欢迎。伫咧现场，阁有送这款造型砖的纸灯，有真侪民众拢烧钱买体。毋过伫咧网络嘛有出现有人摕来卖情形。嘉义县政府就表示讲，这款马里奥的纸灯因无透过网络来卖，所以呼吁民众是千万毋通受骗。2026台湾灯会马里奥灯区就开放到今，大家拢有真侪人伫遮参观。其中限量的马里奥纸灯，阁是真侪人想要摕到的物件。网络顶面即马就出现真侪咧卖这个纸灯的情况。因为其实预约的这个步骤，他们其实有说明得很清楚，所以呢，其实就是去排队，然后也是增加一个参与感这样。现在诈骗太多了。有可能你付了钱，然后最后寄来的还不是正版的，有可能是或者是根本没寄给你之类的，对，怕被骗钱就对了。对啊，而且其实几点就可以换到了，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这届台湾灯会马里奥纸灯数量无济，所以网络预约是真侪人咧抢，有人就摕到纸灯来转卖，价上阁花到要800块。嘉义县政府就指出，灯会活动到3月15，民众透过预约也是参加活动的方式，拢会当来免钱摕到这个纸灯。如果说就是真的都预约不到的话，就会考虑上网买这样。民众如于网络发现贩卖或赠送行为，当提及卖货便实名认证、解除冻结账号等均是诈骗，请勿上当。本局业已组成专案小组，对招诈案件加强查缉。嘉义县政府表示，这个纸灯只有伫2026台湾灯会现场互人来领，无伫网络顶面来卖，呼吁民众莫透过不明来源买遮的物件，以免受到诈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往来看台北，为着要抢救单机落旧厝的草柑仔树，甲温州街52项的老树，有护树团体总是去到市府的门口来抗议，强调这款树啊，拢已经超过50档，有真丰富的历史价值，是袂当互刷走的。不过，所有权人台湾大学是认为讲，根据航照图是无法度看出这树啊真正有超过50档。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护树团体伫台北市政府头前唱这条橄榄树，因要为保留树桩车名，歌手谢宇第一届唱这条橄榄树，就是伫伊的老师陈基禄的古厝。现在陈基禄的古厝去互代代拆掉，古厝附近的18丛大树也偷偷互代代移除。
这两批空地原本有18丛的大树，互代代处理掉7丛，所以剩11丛。护树团体是认为讲，这11丛拢应该保存落来，因为因遮的树龄拢超过50年。照目前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若是树仔直径超过80公分，树围超过250公分宽，加上树龄超过50年，符合这3个条件，树仔就要受到保护。市府表示，原先代代移除的7丛拢有符合规定，若剩落来11丛，就要等护树团体提出树龄的证明。无可能讲去做甲树仔撤掉，爱看伊的年轮嘛。所以讲，阮一定是用一寡相片啊、航照图啊来佐证讲这个树仔有超过50档。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是从1945年就存在了。访问的高前里长，他的儿子现年已经65岁。他在5岁的时候就吃到感染了哈。面对抗议，代代是回应照航照图真歹显示一寡树仔的树龄，而且推测橄榄树是1990年才有的树仔，也未满50年。文化局也召开树保委员会，审议这的树仔敢有符合保护的资格。会议结果在1礼拜了后就出来。记者查询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市的传统彩绘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房振兴老师传出伫咧初七已经过身的消息，才甲83岁。房振兴老师有真侪出名的作品，上界特殊的就是用手镜头啊、甲手盘纹染料用长的，摕这庙红来染色的创作。文化部也按算伫咧18个别色的时阵，要来颁发金庸章，感谢房振兴老师对传统彩绘技艺的贡献。家己想啊，家己画，2档安尼会当画起来，互我感觉足满意。咱甲都展开那小解家己上满意的作品，伊是高雄市头一个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传统彩绘保存者房振兴。即摆传出房振兴老师伫咧初七已经往生啊，享受83岁，互大家感觉真唔甘。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表示，房振兴是一位天生的画家，只要看文字的小解，就会当画出传神的人物画。尤其是用手部甲真知影一眼一眼就实的做法，更是伊独门的画法。房振兴一生除了伫中南部的庙寺留下侪作品以外，对传统彩绘传承嘛付出真侪心力。对2020年起，佮申请文化部补助，连续6年办传习课程。他其实只要听到教学2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是整个人是像生龙活虎一样的。包括像去年的时候，那个他的传习班，他还来一个突发奇想说，那我们干脆来个校外教学好了。然后还带了学生，然后到嘉义去，然后看他好几十年前的一个彩绘。房振兴是高雄真定人，伊工作室附近的西甲公祭宫都有真侪房振兴的作品，有的是伊早年的创作，有的是伊带后生做伙完成的。庙方人员讲，房老师定带学生囡仔来遮上课，亲像庙门的门神甲门道顶的彩绘，拢是伊讲课的题材。他的胡须很逼真，很细腻。对，迄当初老师冇甲你介绍。对，所以他的胡须的那个画法不太一样。高雄历史博物馆表示，房振兴老师的告别式第18举办，到时文化部也会颁发金庸章，感谢其对传统彩绘贡献。另外，房振兴雄雄过往，和今年度已经通过申请的传习课程有变数，今摆官方也等咧争取，看敢会当由伊的后生来接手上课。记者柯卡祖库朝阳高雄场报道。AI 当咧大发展的时代，也有开发出真侪 AI 的语言辨识模型。不过咧处理咱台湾遮尔侪语言的环境，要辨识语音的时阵，精准度甲处理的速度是拢无介理想。伫咧民间，就有电信业者甲科技公司来合作投入研发，即摆推出全新的 AI 语音辨识模型 MyVoca， 会当支援辨识台湾遮尔复杂的语言环境，听有台语、甲华语、英语揽做伙，准确率有到97%。粗吼，你用迄粗细刷纸甲大磨，佮用迄幼细刷纸甲佮甲安怎佮时啊计。现场示范伫工厂的专业对话，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其实台湾的语言环境真复杂。除了华语，咱讲的嘛定掺台语和英语等等。但是以目前世界有名的 OpenAI Whisper 模型，却真谙正确呈现意思，并间有电信业者甲科技公司投入研发，在12发表全新的 AI 语音辨识模型 MyVoca， 通支援台湾的语言环境。请问你叫的什么时阵入铁大甲退房的？就是后礼拜3到后礼拜5啦。
业者表示，这个台湾开发的语音辨识模型，训练的语料拢是投入资金去找各行各业去录音整理的，但已经用伫会议记录、客户服务甲医疗长照等等。合作开发的科技公司指出，精准度已经有97%，若转译的速度嘛比 Whisper 紧6倍。你讲木材工厂的、铁工厂的，你若无挑过去找人来录，迄是无可能的。啊，阮就是安尼做，阮就是爱甲这种文字透过阮的技术去甲伊。其实是爱改3线出来。我们在60线的表现，我们一次可以，它的延迟率只到了1.083秒。意思你刚讲完话，其实文字就出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表现。即马是世界各国拢咧比算力甲 AI 竞争的时代，业者希望这个新的模型在未来通协助台湾的企业提升竞争力。所以部嘛表示愿意提供免费的算力，互各行各业通继续做新的技术开发。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今麦春天到啊，天气渐渐变热了。伫咧英国上大动物园的棕熊，困4个月才拄啊结束，抑个4界伫咧烂，真古锥。这保育人员抑个讲，因伫这段困的时间内底是平均产25公斤左右，毋过无影响因无用，也是真古锥。咱做回来看卖。伫咧草埔一直高高练，住伫英格兰贝德福郡这个英国上大的动物园内底，有4只棕熊，经过4个月困冻拄精神。养饲的人讲，因精神的时阵并未感觉枵，结果是食一寡菜色，想要做的代志，颠倒是先活动筋骨。Their body, certain things shut down in a certain way to allow them to sleep that long. I think it jus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get everything going again. So they definitely come out half asleep still, sort of plodding along. They're there, they want food, but like they'll quite happily snooze for a bit in the paddock. 养饲的人讲，拄精神的棕熊会一直拄久，煞尾才会活跳跳、欢欢喜喜斗阵佚佗。也若养饲的人，该因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量体重。And they've all respectively lost around 25 kilos from when they went to sleep. They will still continue to lose weight at the moment, so they kind of go up until about May of still losing weight, and then we get to May and they start to put weight on again. And 养饲人表示，5月是进入棕熊大鱼大肉的爆发期，逐工拢会摄取几若千卡路里的热量，因会一直想要食好大块。养饲的人嘛发现，棕熊想要食的菜色会对胃口来变化。有时这个月爱食的菜，后个月就完全袂合。也若棕熊变大块，嘛是为着后一个困冬做准备。目前棕熊并无列入灭绝的范围，不过动物园指出，因为失去栖地，还佫有人甲熊之间的冲突，欧洲一寡棕熊亚族群已经伫要灭绝。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因为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也有辐射冷却的影响，气象所早起有针对14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而这波冷气团是属于大冷，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就爱把握才会日头出日的好天气。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至18度。中部地区10度至22度，南部地区12度至24度，东部地区11度至22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1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